Hello，大家好，又係我 Jason。以前大家睇我啲片或者直播，我多數都係講關於一啲移居移民嘅話題啦。咁而平時啲觀眾會最常問我嘅意見，都係關於移居去馬來西亞檳城係點樣樣噶。我而家咁嘅狀況過到去會唔會遇到啲咩問題？小朋友讀書點樣樣？去到嗰度嘅生活又會點樣樣？咁但係除咗呢一啲移居移民嘅問題之外呢，我都試過收到啲觀眾啦，你當會問我關於一啲佢哋比較自己啲私人問題、感情問題有問過啦，甚至乎係有一啲未必想移居移民，但係佢哋嘅前路啦，包括工作上遇到嘅難題，有時都會同我講嘅，可能純粹想問多個意見。咁我最近就收到有位觀眾嘅 DM。佢就同我講話屋企遇到少少問題，其實都唔算係少少噶啦，因為我睇完佢個故事之後，覺得問題都幾大噶噃。咁所以今日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可能大家會有見過啦，或者睇過啦。咁而呢位觀眾佢嘅署名叫做大師兄，佢就話有一晚喺屋企冇乜嘢做，佢阿爸阿媽其實都係 YouTuber 嚟嘅，佢哋有個 YouTube channel。有時仲會開下直播添。嗰一日佢又冇乜嘢做，喺間房度等緊開飯。咁啊，攤喺張床度無無聊聊開咗個 YouTube，碌下碌下，可能係演算法啦，彈咗一條直播俾佢睇。佢立眼望下，咦，咁熟口面嘅，原來係佢哋屋企嘅廚房嚟嘅。見到個畫面，咦，原來自己阿媽喺度煮緊飯。咁啊，裏邊嘅對話當然係佢阿爸阿媽喺度傾偈啦。咁佢都好八卦，想聽下究竟平時阿爸阿媽私底下會講啲乜嘢嘅呢？唔知點解突然間佢哋兩個講起叫雞，佢阿爸就突然間使出一招七傷拳，問佢阿媽究竟接唔接受到佢叫雞。佢阿媽亦都不慌不忙，雙掌混圓成盾，使出一招乾坤大挪移，話如果佢遇到咁嘅情況都唔會太接受，諗住就咁將個問題化解得無影無蹤。點知佢阿爸再連消帶打，大喝一聲，霎時之間個廚房鬼影重重。佢阿爸不停咁問佢阿媽：你究竟接唔接受？點解唔接受？因為呢個係一個直播，佢阿媽根本就冇辦法喺鏡頭前面同佢老公唱反調。喺呢個時候，佢見到佢阿爸眉頭一皺，計上心頭，左腳揼地，大叫一聲：你而家係咪唔接受啊？最後佢阿媽好無奈咁，淨係話。好啦，咁我都 OK 啦。跟住大師兄好無奈咁閂埋房門。喺呢個時候，佢眼如死灰，濕潤嘅雙唇微微張開，口中噴出有如酸瓜一樣嘅廢氣。對住啲咁嘅阿爸，佛都會有火啦。佢阿爸仲一邊講自己咩女都見過，另一邊又話仲有以前媽咪啲電話，就好似默默咁同大師兄講：你老豆我就係咁賤格噶啦。而大師兄聽到，佢嘅怒火亦都再控制不了，佢嗰對拳頭亦都慢慢由軟嘅棉花糖變成硬嘅橡皮糖。當其時，大師兄有冇出去打柒佢老豆？冇，當然佢冇咁樣做，佢亦都唔夠膽。佢俾我嘅留言同我講話，當佢聽到佢阿媽講冇問題 OK 嘅時候，就好似俾把刀插咗落個心臟一樣。佢知道佢阿媽咁樣只不過係為咗避免嗌交啦，又或者純粹喺鏡頭面前講好說話，但係對於大師兄嚟講，呢個唔係一個笑話，而係好似佢自己嘅家庭喺一個直播裏邊點樣崩壞。佢話見到啲留言區有啲人笑，有人讚，亦都有人打啲嬲嬲豬嘅 emoji。可能對好多人嚟講呢啲係一啲娛樂，睇完覺得好好笑，但係對於大師兄嚟講，呢一個係佢人生之中第一次覺得自己唔屬於呢個家一樣。大師兄話，當佢熄咗個 mon，成間房好靜嘅時候，佢開始諗，開始懷疑自己阿爸阿媽係咪都為咗一啲網絡嘅流量，為咗嗰幾個 like 而去出賣自己嘅人性呢？嗰一晚佢冇瞓到，佢一直喺度諗，如果佢阿爸阿媽嘅世界淨係得返觀眾同埋流量，咁佢自己又係啲咩呢？
咁當其時大師兄佢又問我應該要點樣做啊，可以點樣去處理呢件事。咁我就同佢做少少分析啦。咁啊，首先喺心理嘅層面，點樣去令到自己穩定咗先。咁我同佢講，你要好清楚知道，你睇到嘅呢件事係一個事實嚟嘅，佢哋又真係有咁樣講過做過。咁所以你覺得好震驚、好憤怒呢啲都係你嘅自然反應。但係你暫時亦都唔需要去特別去做啲乜嘢，尤其是拿實個拳頭，好似想出去想打佢咁樣樣。因為當你嘅情緒主導咗你嘅判斷能力嘅時候，你係好容易會做出一啲你之後會後悔嘅嘢。然之後無論你覺得幾咁嘔心、幾咁失望，或者你幾唔相信都好，呢啲都係一啲合理嘅反應。你可以寫低佢啦，又或者係錄音啦，又或者好似而家咁樣樣，同一啲你信得過嘅朋友或者係人去講翻呢件事，去釋放翻個情緒。暫時唔需要太過去理性去諗呢件事，最優先要做嘅就係梳理自己嘅情緒。同埋喺呢件事上邊，可能對於大師兄佢會覺得究竟一個屋企或者人嘅價值觀究竟係點樣樣嘅呢？同埋應該要重新去界定一啲唔同嘅底線或者界線。自己阿爸阿媽可以咁樣做，代唔代表自己又要陪佢哋一齊咁樣做呢？花多少少時間去處理自己嘅情緒，然之後先再做一啲比較實際嘅嘢。咁例如啲咩呢？當然唔好第一時間去問翻佢哋究竟發生咩事啊，又或者係質問佢哋點解會咁樣講，又或者指責佢哋咁樣做係唔啱嘅。等你自己冷靜咗先，然後再諗清楚你嘅目標係究竟你想去了解下究竟發生咩事啊，定還是要佢哋負責任啊？因為好多時你睇到嘅未必係事實嘅全部。另外仲有一個比較重要嘅就係究竟呢個直播對大師兄佢自己有冇影響呢？如果呢個 YouTube channel 唔係淨係佢阿爸阿媽嘅，平時會有佢自己出現埋一家大細嘅，咁個影響就可能會好大啦。例如佢啲同學見到會點樣樣啦，佢啲同學嘅家長睇完會點樣諗佢啦。呢一樣已經唔單止係佢哋自己屋企層面上嘅問題，亦都某程度上影響到佢哋成家人或者係阿大師兄佢自己喺外面生活遇到嘅問題。我亦都有同阿大師兄講，除咗呢一次之外，其他時間仲有冇啲類似嘅情況發生呢？大師兄同我講，佢話其實都有。佢阿爸經常性都會鬧啲孫民，最近甚至乎公開咁鬧政府咁樣樣添。然之後我就俾咗少少建議佢啦，佢又仲未覆我。咁我同佢講話，如果係咁嘅話，呢啲咁嘅事，平時會唔會有影響到你自己日常嘅情緒呢？例如會失眠瞓唔到啦，可能會容易啲嬲啦，又或者有啲焦慮嘅感覺啦。如果有嘅話，可能都要揾啲專業嘅人士。例如可能做啲心理治療都未定。我同佢講，因為遇到呢啲事，你未必咁容易可以改變到你嘅父母，即係佢哋都幾廿歲咁大個人，連應該要做啲咩、講啲咩都唔識分嘅話，你作為佢個仔，你好難去改變到啲咩。你唯一可以做嘅就係喺作為仔女嘅角色，同埋又好唔滿意佢哋嘅行為舉止呢個層面上面點樣做個平衡。因為以我所知，大師兄目前都仲係讀緊書，未有呢個獨立嘅經濟能力可以自己離開，某程度上都係好依靠父母嘅照顧，所以唯一可以做嘅就係忍。咁我主要都係教佢點樣忍得嚟，可以平衡到自己嘅情緒，揾到一個發洩嘅地方。因為呢啲好負面嘅能量，你日積月累嘅話，到你頂唔住爆煲嗰日，就可能會做出一啲傷害性更加大嘅事。情緒確實係好影響一個人，不論係外在嘅影響，又或者自己內在嘅影響。但係情緒你唔可以逃避，你應該要做嘅就係了解佢，然之後揾辦法去處理佢。就好似人平時食嘢咁樣，一啲有用嘅嘢，你會將佢轉化為能量，或者你身體所需要嘅唔同物質。冇用嘅就會排出體外。情緒都係有啲可以轉化嘅，例如化悲憤為力量啦；有啲處理唔到嘅，例如一啲好負面嘅能量，你就諗辦法點樣去宣泄佢。
我諗絕大部分嘅人細細個由一出世到你去返學讀書做嘢，應該冇人會教你點樣去處理自己啲情緒嘅。所以點解都市人有咁多唔同類型大大小小嘅情緒毛病？呢一集分享咗大師兄嘅一個故事，希望大家都會自己去諗下，究竟你哋又有冇啲咩情緒嘅問題呢？如果有嘅話，不妨喺下邊留言話俾我聽。你可以當我嘅 YouTube channel， 或者當我係一個情緒宣泄嘅方法。正所謂講咗出嚟會舒服啲噶嘛。好啦，今集就講住咁多先，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點解你都覺得係我呢個人都幾開通喎？係啊，好開通㗎。如果我11年唔喺你身邊，我咁做，我做叫雞軟飯，你接唔接受？我未必喎，我真係未必會接受。你未必接受乜嘢啫？你未必接受嗰8年，你未必接受我做叫雞軟飯。未必話哇，我結咗婚咁多年，長時間枕住真係唔喺身邊。依家問題係你真係唔喺身邊，你接唔接受到我做叫雞軟飯王啊？你都冇答到我個問題，你就答其他嘢。咁如果當初我就唔會同你結婚咧。咁當你結咗婚，依家同你講同一個處境。係啊，咁我都會嘅。你接唔接受先？我都會接受。你會覺得內疚係我自己滿足唔到你，因為我8年喺你身邊，你出去做叫雞軟飯王，我都原諒你嘅。接受嘅，因為如果你真係你個人都開通，我哋接受叫雞喎，老公。係啊，接受㗎。我同你一傾叫雞論啊，你要預翻1、3、5、2、4、6俾我出去滾一滾啊，大佬！大小黑白粉紅咩色我都見過晒啦。我同你講，乜嘢玲瓏浮凸咩顏色咩成嘅我都睇過晒。正所謂人生之中唔好浪費自己嘅經驗。叫咗咩國籍你話俾我聽，仲唔係我介紹幾件俾你？係啊，我仲有幾個媽咪電話未 delete 就話俾你聽。阿師爸，我真係同你講，我堪稱乜嘢形狀咩顏色咩大小冇咩未見過，話俾你聽啊！真係。用一種形狀，用咩詞語形容啊？我都可以有倒貼地咁樣形容俾你聽啊！你想唔想聽下？你想唔想聽下？每一種形狀、每一種大小都有個好絕密嘅形容詞，你想唔想聽下？食死啦！食死啦！食死！